根据阿凡提的民族习惯，比赛之前他要进行祷告。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大家不要打搅他。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好，大家都准备好了，比赛现在开始。大家看到，这是我们进行的一场百姓擂台。红方来自托曼俱乐部的王腾达，蓝方新疆的阿凡提。哇，阿凡提在第一局要发起疯狂的进攻，他靠多闪，因为他身高比较矮，身高是1.73米，而这个红方王腾达的身高是1.88米。今天这个阿凡提打得很灵巧啊！你不是太高吗？等我摆完拳之后，我啪个下潜，我摔你。到底王腾达能不能顶住阿凡提的这种疾风暴雨的进攻？阿凡提的体重是100公斤，而这个红方王腾达的体重是108公斤。今天对于阿凡提来说，体能是非常关键的。他很轻巧，一个下潜，一个抱摔。王腾达毕竟身材高1.88米，下半不是很稳，他只有靠利用这种直拳顶住，让阿凡提不能近身。这是我们百姓擂台这个重量级的比赛。你再来一个，摔不动了，对方太重了。看着吐，看着吐，左边别撤，左边。今天阿凡提看，又是摆拳，又是直拳，又是上攻，拳法多变。看了，这是个抱腰一个回摔。他想抱腰过桥摔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对方太重了。我抱腰是一个顺势一涮摔。聪明的。从这来看出，这个蓝方阿凡提确实是比较全面，有直拳、摆拳、勾拳，而且有下潜上还有个抱腰的个涮摔，他都会。他又想一个下潜，但是对方有一个防摔动作。第一局比赛是炎炎夏日，武林风再次为您打造搏击盛宴。来自4个国家的6位高手共同奉上中外功夫顶级对抗。功夫小和尚一龙迎接泰拳王复仇之战，拼命三郎红光挑战非洲猎豹福斯。8月14日，河南省体育馆激情上演。别忘了，还有陈东对战张孝斌，精彩怎能错过？垂询电话6677-001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由宝岛电瓶车冠名的武林风8月14号武林风在河南体育馆上演武林风超级明星赛，其中有6场高水平的中外对抗赛，以及我本人和张耀军的一场真人对抗来展开。那么按照武林风的规则来进行，这也是中国首次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电影演员之间的精彩对决，请大家关注。第2局预备开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看到这是一场百姓擂台，红方叫王腾达，蓝方是来自新疆叶城的阿凡提。这是双方的第2局了。第2局比赛，我们看到这个阿凡提想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打法，一个下潜，想大家看，他找到窍门了。你对方身材高大，下盘肯定不稳，重心高嘛。我尽量的冲上去之后要下潜，有机会我就摔你。我们看到这个体重100公斤的阿凡提确实的很灵巧，尤其他有这个拳击技术。当你出拳时，看一个下潜，一个躲闪，你就打不住他。当然，这对于这个红方王腾达来说，这场比赛也确实不好打，一个体能大，
哎，体能一般。当然，双方体能都在下降，打到第2局了嘛。现在在双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下，就看谁能够抓住一次机会就行，知道吧？那次机会什么？就是一记重拳，把所有力量瞄到我的拳头上，一记重击。现在双方第2局完全都没底了，尤其到现在看，王大稍微一扒拉就有点重心不稳。我们场台承认说，对方在下潜的时候不要气腿打我头部。哦。哇，这玩意儿时间救了红方王能打。炎炎夏日，武林风再次为你打造搏击盛宴。来自4个国家的6位高手共同奉上中外功夫顶级对抗。功夫小和尚一龙迎接泰拳王复仇之战，拼命3郎红光挑战非洲猎豹福斯。8月14日，河南省体育馆激情上演。别忘了，还有成都对战张孝斌，精彩怎能错过？垂线电话6677-001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由宝岛电动车冠名的武林风8月17号武林风在河南体育馆上演武林风超级明星赛，其中由6场高水平的中外对抗赛，以及我本人和张耀军的一场真人对抗来展开。那么按照武林风的规则来进行，这也是中国首次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电影演员之间的精彩对决，请大家关注。第3局，预备，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这是百英擂台的第3局比赛。蓝方来自新疆叶城的阿凡提，红方是托邦俱乐部的王腾达。我们通过中场这个休息可以看到王腾达确实体能下降太明显了，他能够在第3局能够站在擂台上相当的不容易。这场重量级的比赛，百项比赛其实很有意思，很有这种戏剧性的一种变化。双方体能都下降了，这时候就要看谁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。一脚轻轻的一脚，王腾达就站不住了，王大强站不住了，他实在太累了。这时候阿凡提还要发起最后一轮的攻击，再摔这手。这时候双方都想躺在地下再休息一会儿，都不想起来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尤其是红方王能打，让我多歇一会儿吧。但是他说，时间不等人，我要站起来继续战斗。继续坚持。第3局已经倒计时。打到现在来看，肯定是蓝方凡提要赢得这场比赛胜利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我相信比赛进行到第3局的后半段，2个人心中有2种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他们希望有人喊停，比赛结束。第2个愿望，他们想，如果能够生活在月球上多好啊！地球引力没有这么大。这个体能消耗到极限的时候啥感觉啊？你感觉喘气儿都特别累，眼睛都不想睁开。好，现在比赛终于结束了，比赛结果如何？请裁判长宣布。1号裁判27比30，我们2号裁判27比30，3号裁判27比30，比赛结果蓝方胜。蓝方阿凡提获胜。